2025年嘅聖誕節呢，有4日假期，咁我哋今次呢就會去成都玩。由香港直飛天府機場，大概呢係2個幾鐘嘅時間。機場呢有直通巴士可以出到去春熙路，車費呢只需15蚊，時間呢大概係80分鐘。春熙路呢係一個好熱鬧嘅地方，就等於香港嘅中環。附近呢有好多商廈，亦都有好多酒店。呢度呢就係我哋酒店附近嘅情況。放低咗行李之後呢，我哋第一站呢會係寬巷子。成都嘅地鐵呢可以用香港嘅支付寶去俾錢，只要呢喺支付寶嗰度揀翻交通，然之後開通翻成都。我哋呢搭地鐵去到通惠門站，行大概呢5分鐘就會到寬巷子噶啦。呢一度呢係一個旅遊嘅景點，其實呢佢係清朝遺留落嚟嘅歷史文化街，由寬巷子、窄巷子、井巷子3條平行嘅老街同埋四合院組成。一入到去呢，我哋就見到好多地道嘅美食。首先呢，我哋就試咗呢一個發毛豆腐，望落去呢面層呢，真係好似有啲毛菌咁。炸完之後呢，會加啲蔥或者辣醬。咁呢，附近仲有啲台仔同埋凳仔可以坐低食，都幾有風味，幾值得試嘅。之後呢，我哋再進入去窄巷子睇下其他店鋪，有啲門面呢好金碧輝煌嘅，裏邊呢就係賣一啲嘅手信，例如係磁石啊、手鐲之類，亦都有地道嘅花茶，大部分呢都可以試飲嘅。聖誕節呢唔係國內嘅假期，而且呢當日係星期四，都算幾熱鬧。之後呢，我哋入咗一間手工嘅酥糖睇下，裏面呢有好多唔同口味嘅酥糖，有大大小小唔同形式嘅包裝，可以俾大家做手信。呢一個嘅價錢呢，就係78蚊500g，整條嘅寬窄巷子呢，都有好多楚意嘅店鋪，亦有唔少傳統嘅工藝。有興趣可以試下呢啲造型嘅街拍。前面呢一間呢，有輕煙飄出嘅呢，就係賣雪耳嘅店鋪，裏面呢，有唔同功效嘅雪耳，有啲呢適合女仔，亦都有啲適合小朋友。咁呢，亦都擺設咗一啲獎項。接住落嚟呢一間呢，就寫住係清代嘅官宅，咁我哋本來就諗住入去參觀下啲歷史文化，但原來呢裏邊呢係一間店鋪嚟嘅，係賣一啲銀器首飾之類。行返出嚟呢，見到有街頭表演，亦都會邀請觀眾一齊參與。之後呢，我哋試咗呢個小食呢，叫做糖油果子，個感覺呢就有啲似甜嘅牛脷酥。接住落嚟呢，我哋入去參觀呢一間呢，就叫做製餯至美。餯呢就係芭蕉扇嘅扇，裏面餯嘅種類呢多不勝數。寬窄巷子呢亦有我哋香港人熟悉嘅泡麥，門口嘅佈置呢係一個中式嘅茶壺。呢一種生果呢叫做刺梨，喺香港呢好似好少見到。跟住呢，我哋經過一間食店呢，聞到好香嘅燒烤味。我哋呢就揀咗羊肉串同埋魷魚串，一共呢係48蚊。然後呢，我哋就離開寬巷子，行過2條街，隨便呢揀咗一間食店呢食晚飯嘅。成都呢周街都係兔肉，呢一間火鍋呢主要都係食兔嘅。咁我哋呢就揀咗一個兔嘅拼盤，另外就叫咗一個鴛鴦鍋。兔肉望落去呢個感覺有啲似豬肉嘅，就係粉紅色。呢一餐埋單呢係94蚊人民幣。行程嘅第2日，我哋會搭高鐵去樂山。首先呢，我哋會搭地鐵去成都東站，出咗閘之後呢，原地下嘅指示去到東廣場，往上向右手邊轉，然之後再搭電梯，就會見到高鐵站嘅入口。我哋預先呢喺12306嗰度呢買咗車飛，去樂山站嘅時間呢大概係50分鐘。一出閘呢會有大量嘅 lock 卡，會有的士站，亦都有好多司機漏生意。咁我哋呢就隨便揀咗一個司機，佢就車我哋去樂山大佛，價錢呢就係25蚊。我初頭呢以為樂山呢會係一個好鄉村嘅地方，
但係原來呢都幾多市民居住，有唔少高樓大廈。車呢停咗喺落山嘅入口遠處，園區呢要指定嘅車輛先可以入去嘅。落咗車之後呢，就會有好多園區嘅導遊呢喺度招攬生意。一般呢嘅收費會係100至到120蚊人民幣，會包車嘅接送同埋沿途嘅講解。門票呢有分遊船或者係行山，咁我哋呢就選擇咗自己行，唔需要導遊，同埋我哋係自己買票。買飛呢記得揀港澳台優惠，正價嘅門票呢係80蚊。咁由於呢落山呢係5A 級嘅園區，咁所以呢就有港澳台優惠係半價40蚊。之後呢，我哋再買埋觀光車嘅車票，咁呢就係15蚊。行去觀光車嘅上車站呢，大概會係20分鐘。由於呢買車票嘅時候呢係用回鄉證實名登記嘅，咁所以呢出示返回鄉證就可以上車噶啦。咁坐觀光車呢，大概3-4分鐘呢就會到行山嘅入口。首先呢，就會經過一個細細嘅噴水池，然後呢就見到園區嘅地圖。沿住呢旁邊紅色圍欄呢，呢一個樓梯上去呢，就係正式嘅入口啦。一路行上去呢，都會繼續有導遊問你需唔需要講解嘅服務。嚟到呢個部分呢，就會比較平一啲，可能大概係70至到80蚊。依家呢，正式就上大佛啦，望上去呢，會見到有啲完成咗嘅護土工程。部分嘅佛像呢，係加上咗圍欄嘅。有一啲嘅位置呢，相信呢用航拍呢影會靚啲嘅，不過呢，呢個景區呢，就係禁止飛航拍。前面呢，好似有一個小小嘅佛寺，裏邊呢就有一尊嘅彌勒佛像。接住落嚟呢，係一個小小嘅虛願池。行到咁上下呢，有涼亭可以休息。再上去呢，我哋就可以見到樂山大佛嘅頭頂啦。咁呢一度望落去呢，就可以見到遊船嘅朋友。咁其實呢，行山睇大佛呢，都係需要一啲腳骨力嘅，全程呢，大概係2個鐘。咁如果同行呢，有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呢，唔係咁方便嘅話呢，可以考慮下遊船。咁就輕輕鬆鬆可以喺船上面同大佛嘅正面影相。呢度呢，有條樓梯係可以落到佛腳嘅，不過呢，就封咗。佛像嘅兩旁呢，都係有玻璃同埋圍欄嘅，而且呢，仲有職員喺度維持秩序。附近呢，有2部紀念幣嘅自動售賣機，咁我都買咗一個，價錢係30蚊。樂山大佛呢係一個好出名嘅旅遊景點，咁呢個大佛呢，就係腳踏三江，雙手呢就摸住膝頭哥，背靠九峰。咁呢，佢神情莊嚴，依山而坐，咁總高度呢係71米，其中呢，頭嘅高度係14.7米，寬度係10米，頭頂呢一共呢係有1051個髮髻，耳仔呢都好長，有成7米咁多，由高處望落去呢，非常之宏偉。再上去呢，我哋會見到一個大嘅銅鐘，有興趣嘅朋友呢，可以去敲下個鐘，價錢呢就係10蚊3次。銅鐘嘅對面呢，有一個海絲洞，相傳呢，唐代嘅高僧海通呢，就喺度開始主持開咗呢個樂山大佛嘅。之後呢，我哋會落樓梯，轉右手邊呢，就可以開始落去佛腳。呢度落去嘅路呢，都係比較窄。中途呢，有啲地方會比較暗，亦都會比較斜，所以呢，有啲會有鐵鏈輔助，實施呢單向嘅人流。行大概20幾分鐘呢，我哋就到咗佛腳啦。咁喺度望上去呢，佛像呢真係好宏偉。雖然呢，依家唔係旅遊嘅旺季，不過呢，都有好多遊客，亦都可以見到呢職員維持秩序，可以望返上去呢，啱啱呢封咗嗰條樓梯。個山勢望上去呢，有好多細細尊嘅佛像。行咗入去佛腳嗰度兜一個圈，沿路呢擺滿盆栽，見到呢有一啲僧人呢喺度念緊經。咁喺度欣賞完大佛之後呢，我哋就返上去啦。咁行完一輪呢又窄又長嘅樓梯之後呢，我哋就會見到呢個東方佛都。呢一個景區呢係需要另外購票嘅，我哋就冇去參觀。咁我哋個意向呢，就會去崖母嗰邊睇一睇。我哋會離開樂山大佛呢個景區，呢一度係南門嘅出口，落去呢會係一啲古鎮。
咁唔知係咪因為呢旅遊淡季嘅關係啦，咁好多鋪頭呢都冇開嘅，只有呢間食店有開。咁價錢呢都算幾公道，我哋呢就叫咗一啲餃子。咁食完嘢之後呢，我哋就喺附近嘅小店行下，見識到呢一啲民間嘅手藝。老闆呢就話呢啲呢係金絲楠木。出返嚟呢度風景好靚，有小橋同埋荷花池。咁就繼續去下一個景點就係崖母。咁呢一個麻蠔崖母呢，就係免費參觀嘅，範圍呢就唔算好大。呢度呢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呢個崖母嘅佛像呢，被認為係中國最早嘅佛教造像之一。鏡頭見到呢個呢，就係漢代嘅石棺。接住落嚟呢，我哋會離開樂山，就搭20分鐘車就去蘇溪古鎮。咁坐車個途中呢，司機就話俾我哋知呢度唔係真係一個古鎮嚟嘅，純粹呢就係包裝嚟吸引遊客，所以裏邊買嘅嘢呢都會比較貴。咁佢呢就介紹咗我哋去呢一間崔老四度食蕎腳牛。另外呢，仲有呢一間脆涼糕，咁呢就係比較地道同埋經濟嘅。咁我哋呢就試咗呢個傳統嘅米涼糕，價錢呢係3個半。現場見到呢都有好多當地嘅居民幫襯，咁呢食落去呢個味道呢有少少鹼水味嘅。咁蘇溪古鎮嘅建築呢都好古色古香，當中呢有唔少店鋪呢都係食蕎腳牛肉。蕎腳牛呢係非物質文化遺產，係樂山地區嘅傳統特色美食。咁佢嘅起源呢，就係樂山一啲貧苦居民呢喺河邊呢用草藥熬製一啲牛雜。咁由於呢因為唔夠凳啊，所以好多食客呢都係要翹住隻腳咁樣食，所以呢就叫做蕎腳牛肉啦。依家呢度呢已經發展為一個景區，有水上活動，亦都可以選擇喺河邊茗茶。行完一邊，我哋上橋過對面岸睇下。呢條橋呢好闊，除咗可以行車之外呢，仲可以行人，跟住中間呢仲有凳休息。過到對面岸呢，感覺呢就好似街坊一啲，有賣酒嘅店鋪，亦都有一啲步行街，有一啲賣衫褲鞋襪嘅店鋪，亦都有小朋友嘅玩意。咁物價呢比對面岸呢係平一啲，有一間呢賣陶瓷嘅店鋪，同埋呢可以 DIY 自己上漆。之後呢，我哋幫襯咗一間小餅子，試咗一個呢好出名嘅紅糖餅，價錢係4蚊。咁我就覺得有啲甜嘅。咁食完呢個餅之後呢，我哋呢就坐返車出去成都東。下一集我哋會去都江堰睇熊貓，同埋去食米芝蓮。